最近咧都多人嚟問我啦，就佢擔心緊一啲嘢，就係咧 AI 會唔會取代佢份工作呢？嗱，今日咧我唔會教大家啦用 AI，只不過咧我會講，如果咧你嘅工作咧只係執行一啲嘅流程咧，咁可能咧就會有風險啦。咁但係咧原來有3個能力咧，我暫時睇唔到咧 AI 會取代到人㗎喎。Hello， 大家好，我係 Elisa， 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去講下，究竟而家呢個世代啦，我哋講 AI 嘅年代，大家都可能會有啲內在有啲恐懼，或者咧唔知道而家嘅工作會唔會未來啦會俾 AI 取代，甚至如果不幸你而家可能你嘅工已經俾 AI 取代咗嘅話咧，你更加要聽下。究竟咧，你可唔可以揾翻你自己以下嘅呢3項嘅能力？其實咧，佢正正就係人嘅最大嘅強項，係 AI 取代唔到嘅。第一種咧，溝通嘅能力，唔係講得嘢多嚇，唔係滔滔不絕咁樣去講嘢，而係咧能唔能夠講到重點，又或者咧去識別到究竟同你講緊嘢嘅對方呢個人啊，佢嘅要求，佢內在佢真正需要嘅係啲咩？好多時啦，我哋去面對人嘅時候啦，其實對方講嘅佢嘅要求說話啦，未必係佢內心真正嘅需要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咧去認識對方，我哋都要首先去了解下，嗰個人係咩嘅性格啦，佢嘅特質係啲咩啦。就例如啦，如果我面對嘅嗰個係一個好需要好仔細型嘅人啦，好實際型嘅人啦，16型性格入邊講嘅，我哋講 SJ 氣質啦，即係話咧佢要嘢好仔細。點樣可以觀察到咧？可能佢一嚟見面嘅時候啦，佢比較樸實啦，甚至咧一嚟咧佢已經去講重點，佢要嘅係啲乜嘢，話不多，但係咧佢好快嘅。咁所以呢一類嘅性格特質嘅人咧，佢要嘅嘢咧就係你要講俾佢聽一啲好仔細嘅，例如係成分啦、安全標準啊，一啲可以佢而家實際可以幫佢解決到嘅嘢，甚至佢要知道可能係真真正正嗰個價錢。呢個咧，我哋就係去了解對方，但係調翻轉啦。如果對方係一個中意講遠景啦，中意講感受啦，又或者咧係比較偏向於就係感性型嘅人咧，可能佢唔會第一下講俾你聽佢嘅需要，佢只係講佢嘅感覺，甚至咧佢會比較客氣一啲。咁你可能開始嘅時候咧，你估唔到，或者咧你只係講一啲好實際嘅話題咧，就中唔到佢入邊內心嘅需要。咁所以咧，對住一啲感性型或者我哋所講嘅 NF 型嘅人嘅時候咧，你可以俾嘅嘢係咩咧？價值，你可以講俾佢聽啊，呢樣你所做嘅呢樣嘢可以幫到幾多人，或者咧係可以創造到幾多嘅價值。咁可能佢即刻咧個腦咧會即刻叮一聲，會更加留心聽你嚟緊講緊嘅係啲乜嘢。咁所以呢個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人嘅溝通能力。咁當然呢個 AI 取代唔到啦，因為佢只係俾到一啲嘅好實際嘅資訊俾我哋。咁我哋做嘅就係觀察，同埋我哋去理解對方要啲乜嘢。所以咧，我哋可以學識就係除咗去知道你自己嘅優勢，你自己個性格特質嘅時候咧，你去認清楚究竟點樣去閱讀對方、了解其他人嘅時候，你嘅溝通能力咧會更加強大。第二種啦，就係共情力，即係話咧，之前我哋會講過，可能比較敏感體質嘅人啦，或者咧比較容易去感受到對方嘅情感或者佢當時嘅情緒嘅一啲共情力嘅人，呢個咧唔係話心軟，亦都唔係點樣讀心術，只不過咧係我哋能夠可以了解對方嗰一刻佢嘅情感啦，佢嘅需要啦。其實呢個好重要㗎，因為我哋往往透過唔係文字，唔係說話，而係可能一句佢未表達嘅一句感受，而你提前去安慰到對方，或者咧去表達出嚟，咁往往咧係能夠更加咧去觸動到人嘅情感，或者咧去連結到對方嘅情緒。可能喺你工作場景入邊啦，你嘅同事咧今日嚟到全日咧都未講過半句說話，甚至咧佢好似好唔開心咁樣，你可以做啲咩？你當然可能係行埋去啦，你可以咧係鼓勵下佢，或者咧輕輕咁問一句，有冇嘢可以幫到你啊？呢一啲嘅說話其實已經咧可以表達到對方你嘅支持，同埋咧建立佢對你嘅一啲嘅信任。
又或者可能開會嘅時候，你見到嘅客戶佢一直咧眉頭深鎖，好似對大家所表達嘅嘢咧冇乜反應。咁你呢一刻咧可能可以行埋去問下佢，咦，其實你會唔會有你嘅諗法，可唔可以講一講俾我聽呢？呢一個咧都係一種共情力嘅一個方式嚟嘅，俾自己知道人同機器同 AI 嘅唔同嘅時候，就係我哋嘅直覺力，就係我哋嘅觀察力，好好咁樣善用自己。呢一個咧亦都係喺職場啦，或者喺人際關係最大嘅一個影響力嚟嘅，好好善用。去練習你自己，當你觀察人嘅時候，你用咩嘅方式？唔好咧不斷咁樣只係表達你自己，而係咧多啲用觀察或者聆聽對方。第三個啦，就係我成日都講嘅，係 AI 真係代替唔到人嘅，就係我哋嘅創造力啦。有冇發現咧？當我哋可能喺一個最放鬆嘅時候啦，最舒服嘅時候，你咧腦入邊咧有好多嘅 idea 就會出嚟嘅。就算你日頭做嘢幾大壓力、幾辛苦，或者咧有啲問題塞咗你好耐啦，唔好停咗喺度，唔好不斷去諗佢，你俾自己停落嚟。俾自己咧做一啲令到你放鬆嘅嘢，你發現咧嗰個狀態，你嘅腦咧就會出現一啲你之前冇諗過嘅一啲嘅解決嘅方案。嗱，呢一個咧創造力咧，其實咧都係暫時 AI 係取代唔到嘅，因為我哋知道啦，AI 係一啲大數據，佢都係咧收集過往嘅一啲例子去生成嘅一啲嘅答案俾我哋。但係好多時啦，我哋嘅要求係啲咩咧？我哋可以用佢去輔助我哋嘅工作，咁但係我哋嘅要求就係我哋內在嘅一份創造力。例如你想做一個好靚嘅海報，究竟海報嘅風格係啲咩呢？個色調你想走啲咩色調？又或者你會突然間諗我想咁樣去推銷呢個產品，可能過去有好多已經重複嘅一啲嘅方法，但係呢，你嘅創造力係唯一嘅，你可以諗一啲前所未有嘅嘢，咁所以咧唔好嘥咗人類嘅創造力，你可以俾自己咧重新，例如去睇多啲唔同嘅嘢啦，去俾自己諗多啲啦，甚至而家你工作嘅時候，你都慣咗就係呢一刻我收到一個項目，我就即刻去問 AI 我應該點樣做，調翻轉頭係你俾自己停一停，可能用翻一啲過去我哋舊有嘅方法，攞張紙筆去俾自己諗一諗，其實我要啲乜嘢呢？將成個我心入邊諗到嘅一啲嘅點子啦、要求啦寫出嚟、列出嚟，跟住你下一步可能先至利用 AI 去幫你去做啦，或者去設計啦。其實呢嗰個呢更加人性化、更加真實，同埋呢更加我睇到嘅係更加嘅富有美感。咁所以呢，你唔需要話去驚佢，我只不過咧點樣好好咁樣去利用而家嘅呢一份嘅工具。咁至於啦，我哋點樣可以發掘我自己呢啲嘅能力？又或者你話我好似都仲未揾到我點樣唔被 AI 取代嘅能力喎？咁咧可以有3個步驟嘅，呢3個框架咧就係第一個，你試下去諗下，經常身邊嘅人咧去揾你會做啲乜嘢？例如揾你幫忙嘅係啲乜嘢？嗱，呢個就係你嘅強項，你獨一無二嘅一個強項。咁可能係你擅長嘅嘢啦，你嘅分析能力啦，或者你工作嘅強項，你嘅專業啦。咁呢個咧都係屬於你嘅，你個人嘅一個能力，係屬於你個人嘅一個能力嚟嘅。第二啦，就係睇下自己，去感受下自己。當你做緊啲咩嘅時候咧，你係最有感受、最開心啦，或者咧你覺得我最有動力去做嘅。咁有啲人咧，可能咧對數字好敏感嘅，當佢咧一要面對數字去分析嘅時候咧，佢變得好積極、好開心。又或者咧，有啲人啦對人咧好敏感嘅，對人好敏感就係當同人溝通嘅時候咧，佢係最輕鬆、最開心嘅。又或者你會覺得我可能我淨係中意食玩瞓咁樣，其實呢個都可以去發掘你自己嘅潛能，或者咧係屬於你自己獨一無二嘅呢一個能力咧，其實就建立喺你最有感覺嘅嗰個事情上邊。所以多啲去留意下自己啊，你最開心、最中意做嘅係啲乜嘢？即係話咧，如果你留意到，其實我係一個好細心嘅人，或者人哋都係覺得咧我係一個好細心嘅人。咁你可以咧去將你呢個特質咧變成就係我可以幫團隊預先發現一啲嘅風險，或者我可以咧，原來我呢種細心咧可以加強對客戶嘅一個溝通能力。咁呢一個咧
都係幫助你啦、協助你啦。例如喺你嘅職場上邊啦，點樣更加鞏固你嘅位置，又或者咧，你更加識得去表達你自己嗰個優勢、個人之處。最後啦，我想講就係 AI 唔會取代所有人，與其咧去焦慮呢件事嘅發生，不如咧好好咁樣去諗下，咦，再過多2年，我想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自己呢？好好咁樣咧去建立去穩定翻而家呢個狀態，你嘅心情、你嘅情緒能夠保持住一個積極樂觀嘅正面嘅自己嘅時候咧，你會揾到一個屬於你嘅叫做天命。如果咧你都好想去更加了解自己啦，又或者咧去停止內在嘅好多呢一啲嘅負面嘅諗法、情緒嘅時候咧，都歡迎大家，我為大家準備咗一個咧14天停止內耗計劃，就係咧透過喺14日入邊啦，每一日咧有一啲15至20分鐘嘅練習啦，去幫大家去清除翻我哋內在嘅心理入邊一啲負面嘅信念、一啲潛意識嘅睇法啦，甚至一步一步建立翻我哋自己，揾翻我哋自己最正面積極嘅嗰個狀態。我哋透過一個感性再加理性嘅方式，由療癒去到我哋建立自己嘅一個全新嘅潛意識嘅系統，可以幫大家咧走到更加遠。歡迎大家啦，你可以留言俾我，去講俾我聽，你嚟緊嘅未來嘅你自己又會好想成為一個點樣嘅自己呢？又或者你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去讓佢可以咧停止呢一種嘅對 AI 嘅呢一種嘅焦慮。祝福你有一個美好嘅一日。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身心靈嘅資訊、自我提升、改良溝通，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打開個小鈴鐺 ，like 同埋 share，下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